主计总处查查公布，去年第一季实质性经常薪水是43099块，年减0.09%，是连续3年负成长。这代表咱国内企业加薪水的速度是对袂着通货膨胀。那以平均薪水来看，金融保险业平均是69000，若甲人做美容做头鬃的，平均无到36000。担任美发师将近40年的 Andy 是发廊经营者，除了头毛型设计、头壳皮检测，洗头嘛爱家己做。最近这几年，连读美发业的学生囡仔都有减少的趋势。美容美发界了，已经没有人要做美发这一块了，因为它真的很辛苦。你要达到4万块以上，真的可能比较难。主计总处查查公布3月份工业甲服务业全体受雇员工薪资调查的统计结果。以行业别来看，金融甲保险业将近69000块，出版影音甲自通信业是67058块，电子零组件制作业1到54000块起跳。毋过看其他服务业，亲像美容美发、按摩是35742块，大数餐饮业是较无35000块。到了那个比较有成长性的产业去工作的话，你的薪资就会增加很多。那如果你是到那些没有什么成长的产业去工作，你的薪资就没怎么增加。那这个是一个新的趋势，会造成整个薪资的高薪跟低薪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中产阶级的这个陷落的这个情形出现在这个低薪以及薪水动涨又负债的一个状况下，可能会导致所谓的隐性贫穷的一个这个窘境出现。业内专家提醒，科技金融业持续高薪，按过来自产业薪水低。来自于主计总处公布，今年1月至3月经常性薪资是46030块，年增2.25%。按过扣除物价因素了后，实质经常性薪资是43099块，年减幅度是0.09%，等于是连续3年拢是负成长，显示咱国内企业的加薪速度对袂着通货膨胀。最主要的连续3年的负还是受到物价比较偏高的影响。专家认为，加薪国家通货膨胀的问题，会让消费意愿降低，也会剥夺民众生活幸福的感受，阻碍企业营运绩效，甲国家整体经济表现。要安怎解决薪资差遐尼济，政府都要好好思考。记者综合报道。